最后一项，积物以慈悲为根本。最后一项，积物以慈悲为根本。手按住那边，积物以慈悲为根本。积物以慈悲为根本，根本呢？一弦以不乱为定力，一弦一道为线，以不乱为定力。最后一个，积物以慈悲为根本，积物以慈悲为根本，一弦以不乱为定力，积物以慈悲为根本。